大家好，我哋係軟弱空間，我係阿 Jack，又嚟到我哋嘅裝修熱知識。咁而家地板其實有好多唔同嘅類型，我哋可以揀喎，包括有實木地板啦，有多層實木啦，都會有我哋最新嘅 SPC 地板。尤其是喺 SPC 地板呢類型嘅選材，就要大家特別注意啦。好多時係因為人工處理，大家可能攞到嘅嗰塊樣板咧，相對細少少，喺上面通常都會有個 QR code 嘅，可能細嘅樣板上面未能夠表現到好多關於佢哋本身個紋理展示，因為好多部分可能會有木眼啊、木紋嘅部分，因為尤其是而家嘅廠商更加注重還原翻嗰種復古啊，同埋嗰種中古味道嘅質感，所以令到我哋好多 SPC 地板咧多咗好多呢啲自然啲嘅紋路。記得提醒你嘅設計師或者我哋去揀地板嘅時候，可以睇到所有木眼或者紋理嘅紋路係唔係啱心水啦，我哋先揀定個樣板。咁以上少少知識分享俾你，我哋軟弱空間，我哋下次見。想喺新年住新屋，諗下親戚朋友嚟拜年都開心啊！而家就開始預約設計，保證年前完工，旺季裝修早籌謀，細節落實唔使愁，快啲 inbox我哋免費量尺啦！